選擇二同三嘅朋友咧，首先都會考慮呢3個優點嘅。第一咧就係性價比高啊，第二咧就係呢邊咧景觀係非常之靚嘅。咁我哋今日分享呢一套咧107平方嘅3房2衛，望翻出去咧係一個東向睇山景嘅，全面完全係冇遮擋啦，非常之開揚嘅一個景觀咯。其次嘅話咧，我哋呢套房咧佢一個戶型咧非常之靚啦，帶咗個7米長嘅陽台，而且咧呢一套嘅話咧係一個全新裝修送埋冷氣㗎啦。呢套房咧一日都未入住過嘅，而且咧我哋見到咧成個大廳嘅一個感覺咧非常之舒服喎，送埋入戶花園啦，而且咧我哋嘅一個廚房咧仲係做咗個U 型嘅廚房，非常之實用嘅。過嚟呢邊嘅話咧，我哋睇翻啦，佢成間屋嘅話咧個裝修配搭係非常之簡約啦、時尚嘅。雖然我哋房間嘅話咧暫時係冇配到衣櫃啦同埋個床，不過咧兩間房間望翻出去嘅景觀咧全部都係睇山景嘅，非常之靚嘅。衛生間方面佢嘅乾濕分離全部做晒噶啦，包括智能馬桶咧嗰啲全部都做埋噶啦房間呢邊呢間咧係比較細嘅一個細房啦，但係望翻出去嘅景觀咧亦都係相當 OK 嘅，睇翻泳池景嘅。咁主人房方面啦，我哋見到啦，佢主人房嘅景觀咧，首先我哋先睇主人房嘅景觀。將床放喺呢邊嘅話咧，望翻出去嘅綿延山景咧，真係非常之舒服啊！而且咧，主人房呢邊咧個套房設計咧，乾濕分離同埋我哋嘅智能馬桶咧都做好晒噶啦。咁呢套房嘅話咧，首期只需要10萬蚊就 OK 啦，而且係全新一日都未入住過嘅，性價比以及我哋嘅一個景觀咧，相當之冇得頂嘅。假如你對呢套房感興趣嘅話咧，歡迎聯繫我過嚟現場實地睇樓嘅。